踩着旧时的足迹，找到当时的天地，挽着那美好的时光，留住那美丽的回忆。飞扬调频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打开你我的时空缺口。现在是晚上7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Asia Radio Family 亚洲广播家族 FM 92.7亚洲广播 FM 92.3亚太广播 FM 89.5飞扬调频广播，开创资讯新指标，打造传媒新视野，音乐无疆界，娱乐无时差。亚洲广播家族 Asia Radio Family。 你最近气色怎么这么好，肌肤超细致耶？因为我都去窈窕佳人美容美体 SPA 馆啊，头皮保养舒服放松，脸部护理让我的皮肤细致又清透。身材这么好，也有保养吗？当然喽，超有感的身体塑身护理，现在有夏季体验哦。我也要去，现在就预约0800660877，窈窕佳人，让你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借！我借，你借，大家借！普兴资产融资给您一借再借，转贷增贷降息，来就借，不用等。土地房屋当天拨款，月息每万130元起。普兴火车站斜对面，普兴融资4829077。宜城日暮，盛大公开。桃竹苗大戏谷计划领衔，大埔盛事即将来到，错过竹科传奇，不能再错过竹南最大盛事。台积电散步就到，宜城日暮2至4房，037-583-339，好好建筑，好好生活。德北妈祖来高比，新年头旧年尾，为厝内底人为家己点一盏灯，照亮光明，祈求德北妈祖来看顾，求贵人来到三工，财神灯、光明灯、太岁斗，互你顺风顺水，人生一片光明。现在开放点灯，求平安就来德北天后宫，请卡电话03-555-3063，555-3063。我是德北天后宫主委林启贤，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平安顺利。跟着旋律飘飘荡荡，飞到天上寻找新方向。Fly Radio， 飞扬调频 ，Fly Radio。音乐之所以怀旧，因为记载着你我共同的回忆。每一首歌，每一段旋律，都能带你回到当年的青春岁月时光。欢迎收听《飞扬时光机》。这里是飞扬调频895，好听的音乐不用插电，简单的旋律给您最丰富的感受。欢迎搭乘飞扬时光机来到的音乐不插电，我是吴浩哲。今天的节目来宾呢，来了2位好朋友。那一位是我最近才认识的，一位是老朋友，但是他们2个有特殊的关系。其实我跟他们也有特殊的关系，就是很复杂啦，反正我慢慢再来聊好了。陈昭伟，哎呀，昭伟你好，小哥好，还有咱线上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是，还有另外就是我们的另外的好朋友，也是这次昭伟的制作人，是阿策吴俊策老师哈。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看不到不过阿策已经之前有来过，跟那个其实来2-3次了。对，但上节目是一次啦，上节目是只有一次，跟小李嘛，跟那个录音师，对，跟小李大师来过一次，然后聊过很多的录音的趣谈。对。然后今天主要的主角呢，是我们今天昭伟。哎呦，那个我告拍谁啊？不会，今天你一定要特别介绍，因为你是在最近这1-2年哦，崭露头角的很厉害的主持人。我已经算
入行已经算10年了，10年了，哎呀，但是我们比较能够常看到就这1-2年的时间，因为刚好我们在桃园做场的时候呢，其实刚刚应该去跟小武老师稍微聊一下，他你很沉浸在等一下的准备的，就是表演准备当中，我没有在沉浸准备，我在休息，是不是？我在休息，我在累了，因为我每天很早起床哦，因为通常呢，前辈你在听耳机在听歌是在休困的时候，我们尽量就不过去打扰这样子，因为我很累。啊，这个我的就是班门弄斧，一类唱一类繁华弄喜帮的时候，自己在台下用。哦，后来我有看，后来我有看到那个阿策有跟我讲说有，他有侧拍一下，对，我后来有看到，对啊，就我是第一次被人家说在唱歌的时候有人在旁边伴奏，然后我不知道的，真的哦，对，第一次，而且我说哦，这调也是，这降一调也是，然后我就开始帮他打。哦，你那个柳琴嘛，对，它是柳琴，那个是降一调，什么调都可以弹。只是我因为说你熟练的先降一调，降一调还因为剩寡语歌仔戏最多就是降一调跟 A 调这2个调。哦，那个讲到寡语就是你的专长，算是对。所以这张新的专辑我制作了很久啊。马不很久的，前后加起来录音制作，然后到我们整个宣传前后加起来2年的时间。所以要讲一下这张专辑叫做《恭喜》。哎呀，恭喜！制作人的是阿策老师嘛哈。所以当初会去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发想是什么？为什么会用恭喜？然后其实最一开始我们要的这个就是标题应该是脸谱，就是关于脸谱方面的脸谱，就是国剧的脸谱。因为我这张创作算是有目的性跟有架构性的创作，因为通常咱歌手咧修歌的时候，不管是自己的歌或是别人的作品东西，比如说就是哪一年写的歌不错纳进来，或是今年有什么写的作品，慢慢的收进来。但是我们一首歌都还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去做。把咱戏曲来的行当来介绍，生旦净丑全部列出来之后，然后比如说咱小生也在唱什么款方面的创作，小段口段嘛，对不对？毛300的300段。那比如说丑角等等方面把它拉出来之后呢，那比如说我就开始去塞里面的不同的主题，先给它写物料给他一个故事情节，然后再去写它里面的歌这样子。的成咱呢，为什么要恭喜恭喜这件事情呢，是咱从歌也压台戏野台戏是没有剧本的，伊无剧本伊拢是下晡差不多4-5点戏。但你讲野戏这歌仔戏迄无剧本，迄无剧本啊，迄纯粹用讲的。我主持人讲我大汉拢唔知迄没有剧本的，只有公演戏才有剧本。因为形式是安尼，我分享给大家。他怎么知道他要讲什么内容？对，比如说就像这样子，我是戏生戏嘛，公演是戏生戏，或是我们讲德讲来，小五哥来，阿策来，过来一下咱下晡演这啥物戏？比如你演关公，比如你演什么人？关公出来你要就是打什么招，过招过几招，武打了你唱什么款的歌曲，然后你要跟张飞讲啥，来进那个红胸叮用讲的，把情节都过了一次之后，把出场序都列好之后，然后你的角比如你演关公嘛，你就要去找乐师报歌。报歌就说，我等下要唱什么歌？演关公，比如要唱大调，还是背书出来，类似这样子然后就登台了，就台上见了呢。对戏的内容、歌词、台词出台你自己想，自己阿文自己想。那会不会太天马行空啊？不会，那个是刻意放来啊，就是看他自己对歌仔戏戏曲了解，对就这个角色的理解。他可能要你熟读很多历史。对，比如讲演关公，你要知关公的历史是什么？对，爱公，然后他的很难呢，所以超级难。公理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先把角色拉出来，是。第二个我们给他故事的大纲跟情节，然后才有这个歌的产生。是，一条下出来呢。其实用比较大家所理解的那个角度啊，有一点像是我们先写剧本，先编剧，对，先编剧，然后之后再针对剧的内容去写主题曲。对，哇，真的不太容易耶。所以你这张专辑也是这样吗？是啊，就是我们应该是讲一开始我是先拜阿策为师，跟他学创作，是，然后后来他几个月之后就发现靠要你得给他作词我就是我们来专攻作曲就好。应该是这样讲啊。其实我会认识招伟是因为那时候阿德老师有做一个，他替那个好像是台东监狱。对，做了一首公益歌，重新开始。然后呢，那时候就找招伟来唱这个歌。然后呢，我那是第一次跟招伟接触嘛。然后过没几天之后呢，阿德就突然跟我讲说：“那个我觉得招伟是一个不错的人才但是因为他现在啊，就是比较就是他认为说他其实是可以自己出一张专辑的人，但是因为没有头绪。”
他说他就叫我跟招伟联络，对对他说对他就把招伟推给我了，这样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跟招伟答应了什么，你知道吗？就做了。对啊，通常因为我跟阿德老师的默契是这样，反正他丢过来什么，我觉得可以做，我就开始这样子啊，我就后来跟招伟接触嘛，那招伟接触的时候，我发现说，他其实对文化底蕴非常充足，很深哦，很深。其实他对文化底蕴，其实从他的歌里这张专辑里面歌里面，还有包括你对这个戏曲的东西，你的了解，其实就可以知道戏曲啊，然后一些社会时事。对，就像现在这首歌。等一待会我们来听这首歌，没问题。将进酒或者将进酒，将进酒，这首歌就大量用了很多的那个编曲很厉害，我觉得那个很厉害，赶快来听。真的哈，赶快现在听这首歌曲好了，将进酒，将进酒，对吧？哈，对，我们来听招伟的这首歌曲。人生得意，思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流光落杯对影看，杯中写着阮心情。今夜伊君将心伴，请君为我听耳听。一幕四海尽无寒，随波漂流是运命。为君轻唱伊曲歌飞无停，人潇洒。最后梦中再飘飘，人生得意思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你若天光落水随风散，水若梦醒。孤人行。一幕四海尽无寒，随波漂流是运命，为君轻唱伊曲歌飞无停，人潇洒。莫使金樽
声，随后梦中再飘飘，人生着意思真烦，无事轻顺空对歌。人生着意思真烦，无事轻顺空对歌。庆祝家具采购节，800家工厂联合大促销，独立筒床垫1999起，沙发7990起，还有全馆万种商品1折起。长荣家具桃园旗舰馆，春日路1328号，家乐福斜对面。长荣家具中立馆，中立区环中东路530号。长荣家具新竹量贩馆，中华路4段460号，台湾玻璃旁。官网脸书搜寻长荣家具。宜城日暮，盛大公开。桃竹苗大戏谷计划领衔，大埔盛事即将来到。错过竹科传奇，不能再错过竹南最大盛事。台积电散步就到，宜城日暮2至4房，037-583-339。好好建筑，好好生活。对工作讲究、追求完美的你，保护车子也该用同样讲究的 FSK AT A-TOP 冰钻超强防晒膜，隔绝99%红外线及99.8%紫外线，避免车内温度过高，防止玻璃飞散功能，更提升安全性。在车里洽公放松，有了 FSK A-TOP 冰钻超强防晒膜，舒适空间完美打造。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寒冷的冬天里，最适合来一杯温暖的热茶，伴随着飞扬调频895优美的旋律，沉醉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Fly, fly, fly, music in the sky。飞扬调频895，我的音乐时光屋，经典旋律一响起，唤醒青春的记忆。爱听好歌不嫌多 ，I love Fun Radio， 飞扬调频 FM 895。好的，继续回到音乐不插电。我们刚听到了这么的精彩的一首歌曲《中进酒》哈。这首歌大家听了就知道，说它的编曲跟一般时下的台语歌的编曲完全的不同，对，非常非常的厉害啊！而且找了陈飞武，哇，飞武是台湾编曲界很有名的名人，可以找到他来编曲要花不少钱。可能我的制作人有跟他潜规则啦，所以他愿意跨刀来。没有啦，飞武哥潜规则是一定要有的哦。没关系，上类、送礼、送飞舞，我都愿意啦。也是多年的好朋友。对。
其实现在做专辑，我就觉得，如果说你没有一些关系，基本上要找到一些资深的音乐人来帮忙，包含你看哦，像他的和声老师是郑志明郑老师，这都很难，郑志明对啊，录音师是小李大哥，是小李大师，超过将近有30年的录音经验，真的30年，那当年我才几岁，你看，真的可以找他来录音。我跟你妈妈10块的时候给他录音啊，你妈妈10块哦，我妈妈是1块，哇，通货膨胀哦。是，来讲一下《将进酒》吧。将进酒是按规定专辑第一条完工的歌曲。那因为其实早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在想讲，因为我就介意迄个。黄俊阳部队内底，西庆所演唱迄条休息灯啊，相思灯，伊迄条歌是用咱南管的曲牌叫做休息印改编过去的。好，那40年前西青姐唱这个歌之后呢，咱台语歌内底就没有再用南管的素材说松走的歌曲，所以就觉得很可惜，因为南管是个很雅的东西，你可以拍唱，伊要一音一个字转很多音，跟嘴型要变很多很多，所以有些难度。那所以我一直在开始筹备专辑之前，我就有一个心愿，想说，那我给下过来，我要写一首类似风格的曲子，来跟这40年前这个作品来做呼应，这样子啊。所以那时候开始筹备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开始着手写《将进酒》。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我们《将进酒》的作曲，星汉呢，他是咱目前台湾的歌曲的编曲。行李上盖好的一个少年家，他已经得过两座的广播金钟，那一直嘛你戏曲学院的这走力教授，算跟我同年纪小我1天，我3月31生日，他4月1号生日，所以可以一起。他是那个4月1号，他4月愚人节，所以他在玩那个很。你写出来写在港街头的。对，我以前很常玩那个游戏啊，比方我3月31号生日，对不对？他就10点多打来说，生日快乐哦，等一下换你要祝我生日快乐，说哦好，12点10分我说我也生日快乐 ，OK 好，拜拜，睡觉了。我们两个好朋友，对，一路走来就是两个都开始玩音乐了之后呢，我就想说邀他来跨刀跟我合作这个作品。其实《将进酒》这个曲子有一个故事，最一开始的版本，我是设定它是酒家女跟酒之间的关系去做歌词的谱写。但是我觉得星汉因为但是你南管这个部分是之前就已经想好，一定要南管这个方式，就是唱的部分跟编曲都是朝南管的方向前进，这样，但是有点戏曲的感觉。对。但是星汉跟他讲其实酒家女跟酒这两个东西的题材自古以来已经太多人去用过了，已经臭掉了，所以也不要再把酒变成是说，因为像昨天美人姐讲，酒对酒家女来讲是个折磨，它不是个消遣，因为是消遣呢。好，所以我们要帮酒证明。消遣是酒客是消遣。对，酒家女是折磨是拖磨，结果他就说真的，然后他就说，不然我们把他人设变成是两个素昧平生的男人走进酒吧刚好并桌，巴黎，对，就是因为有时候不熟的人，你可以聊得更深入，因为你没有包袱，对，所以聊得很透彻，到了天亮的时候说，好吧，该回家了，祝福你了连刚刚那些闲话那在一鬼类是什么的，就把它导向是可以增进两个人关系的一个催化剂，所以才会有这首《将进酒》的产生。因为你要看那个李白东吹西，以那个孙夏那个《将进酒》也是跟朋友一起喝酒，而且那个两个朋友还不小心入了诗里面，千古留名。对，将进酒》我想到了罗大佑，有这条歌吗？他叫什么酒啊？也是3个字啊，我突然间想不起来。罗大佑。没关系，不重要，重点是在于你。对，所以后来这首歌我就跟那个我的朋友说，我要前面要有几句清唱，怎么能有南管的红鞋的唱所以这首歌其实在演唱的怎么样诠释上面呢？你头讲青冷鼓的时候，你咬字要咬得非常紧，然后那个 A1 前奏一进来的时候，你就是整个要松掉，所以就是松紧之间，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传统戏曲跟现代流行演唱的不一样。如果说你自己没有这个经验，戏曲的经验，基本上你唱不出来。当然啦，因为那个比如说你空对哇，那个咬字你就咬不出来了。对。其实这很难啊，我觉得能够做这个专辑，而且我觉得你用国乐跟现代飞舞老师他所编的这种东西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很新，而且在于现在的台语歌的专辑里面来讲非常新的。对，没有人这样做过。我自己感觉那个以《将进酒》这条歌来讲如果你把我的 vocal 拉掉，那个整首曲子可以当背景音乐都不违和。是因为我有听到你的那个就纯音乐的卡那的部分。
我一听，我本来没有注意看，而且为什么没有唱歌？一直想着为什么没有唱歌，一直听，为什么都没有唱歌？没有歌词吗？原来是演奏曲吗？对，它就变成是一个演奏曲。对，因为配器很丰富。对，而且你都是 live 对。这个是我事后回想一下，我们制作人现在手上拿那张工作人员表，是啊，洋洋洒洒，要花很多钱呢。我就觉得我们疯了，你知道吗？哇，真的是应该这样说啦。其实最早当然都是用 MIDI 去做的嘛，那只是说 MIDI 先做个盖吗？然后再做 live 是。然后，但是其实很多事情哦，你要实践了之后，你才会发现说，其实跟你设想的不一样。对，因为 MIDI 呢的概念是这样 ，MIDI 它的音阶其实是无限的，对。但是呢，乐器本身它有调性，对，它有调性，那它有调性的限制，它就有音域的限制的。那比方说，举个例子哦，像笙可以吹到哪个音，它就只能吹到那个音。对，但是你用 MIDI 做的时候，你根本不会管，什么音都可以。对，是，所以基本上啊，几乎所有的配器的那个谱啊，都要重采。对的，而且要顺应它当时对应的乐器。比方说，我们里面有笙、有洞箫、有三弦、有柳琴，对，这些全部都是要重新采过的，所以其实会耗费很大的时间跟人力在这个上面。这个一定的，对，你现在只要做 live 都是这样。因为我自己算是学音乐的音乐人嘛，我刚刚跟你讲，那个你这唱片如果那些音乐没有找人家来演奏，很说不过去，你知道吗？我们也都一直很想做 live 啊，只是钱上面不答应啊。这来感谢我家的朋友就是真的是不计成本，愿意用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来帮忙。然后我觉得有2个好处了哈。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用人真的去演奏的时候，那个慢快之间，我觉得阿索米跟你电脑做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音色会有强弱的对比。应该讲说 live 有生命，对，有生命。MIDI 的死的，对，叉，嘿啊，你马上有空间感让听众去咀嚼。然后二者那个你们玩制作人你也知，请专业的老师来，真正是不赶快。他们老师一来就发现，我这边可以这样子搭，那边可以加什么，然后我还可以叠和声。要5毛给100块，你知道吗？因为人有想法嘛，听到东西人是有生命的、有温度的，所以他听到东西，他因为他去演奏的时候，他会有特别的想法。是 MIDI 不可能啊，MIDI 死就死的。1就1，2就2。对，我这得哈，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一块专辑，如果你有买的话，现在有一首合唱《利息外一半》，那最后的成品跟一开始的盖完全不一样，完全后来变迪士尼音乐，你知道吗？所以这张专辑基本上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所以用了2年的时间才去完成这种。录好之后，我们其实录好蛮快的哈。没有，应该这样，因为这张专辑其实是从你还记得吗？最早本来是跟我讲说。我们先试着做 EP 看看哦，然后呢，做了 EP， 大概做到第2首、第3首的时候，我就说，其实我觉得不只可以做 EP， 我们可以再多加3首，对，然后再多加3首之后呢，再加4首，就整个变成10首。那个其实它是一个过程。对，先来再听另外一首歌曲，再来聊这张专辑整个制作的过程。好了，这首歌的破盘子，这首又不一样，是电音哦，所以跟刚刚的《将进酒》又不一样。待会这2首歌一起来聊好了。好。满面笑容，亲像水仙花。事实是道边，孤身解虚华，爱出风头，万事要占赢。有一款女性是恶霸，像人的翁甲伊来作伴。害人的太太，夜夜对心肝，目屎哭干，家庭内失散。伊是一个破皮人，你意念天对拢无差，怨面无常，随时在变化。这款的女性，咱是要安怎？伊是一个破皮人。三种输着对是要较怎？这款的歹戏，若是继续拖，最后一定万世走面。
管女性是恶霸，手人的翁甲伊来作伴，害人的太太夜夜对心肝，目屎哭干，家庭来失散。伊是一个破皮人，在意念天对拢无差，怨命无常，随时在变卦。这款的女性，咱是要安怎？伊是一个破皮人，三从四德对是无较怎？这款的歹戏，若是继续拖，最后一定万世臭名。赶紧回头是岸。报应哪来拢是注定。伊是一个破皮人，在意念天对拢无差，怨命无常，随时在变卦。这款的女性，咱是要安怎？伊是一个破皮人。三从四德对是无较怎？这款的歹戏，若是继续拖，最后一定万世臭名。还记得小时候坐着娃娃车，都是经过这条路到瑞恩蒂尔去上学。现在的我虽然早已经从瑞恩蒂尔毕业了，但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在瑞恩蒂尔学习的那段快乐时光。现在我在瑞恩蒂尔看到了更多小朋友的笑容，更加确信选择瑞恩蒂尔就是快乐成长的开始，多元学习的开始来自瑞恩蒂尔幼儿园。请问我的房屋土地可以增贷吗？房屋土地增贷办不下来。您因为信用瑕疵或是资格条件不足，还是银行贷款缴息不良，无法申请房屋土地增贷吗？请找第一专业贷款。第一专业贷款协助您解决房屋增贷、土地、汽车及信用贷款等各项银行贷款问题。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让您久等了！中立新站动工，中丰交流道新建，中立即将改变，你跟上了吗？浦祥出云，搜购5分钟，青浦8分钟，浦祥出云全新完工。老婆，刚刚听到搜狗商圈有全新成屋哎。对啊，是浦祥出云，他们是永住型的大2房跟大3房，电脑马桶跟洗碗机通通都有哎。到青浦只需要8分钟，青浦2房换3房，浦祥出云是理想。晨曦的露珠从睡梦中醒来，阳光透过空气，有着简单的真实感。飞扬调频895，和你一起品尝生活里微小的幸福甜味。跟着音乐一起飞向空气里，音符充满力量，启发人发亮。跟着旋律飘飘荡荡，飞到天上，寻找新方向。
好的，刚刚又听到的破佩拉破盘子这首歌啊，那我们刚聊了很多很多。那破佩拉这首歌刚听完了，其实我就觉得说，其实像将近9跟破佩拉2首歌基本上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的专辑里面，你不会找到重复风格2首曲子。对，题材不会有，题材跟编曲都不会重复，而且有别于现在一般的台语的专辑，完全不一样。这完全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完全在台语海里面完全可以跳出来的。真的吗？对，谢谢我们小五哥的不行。不是，因为第一曲风就是跟一般台语歌曲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又是有加了很多戏曲。第二，他用很多的就几乎全部都是 live 的乐器，因为没有 MIDI 嘛，所以在于音乐上的编曲上面的温度又比一般的专辑里面又更有温度，更有生命力，那个感觉就听起来就是不一样。那时候一开始我们有就是破佩拉跟将近9 2首的曲子，我丢给一些艺人朋友，请他们帮我录推荐的影片嘛。他们给我的好几个都跟我说，陈昭伟的专辑根本不是台语专辑，是电影原声带啊。是啊，因为你花了很多心思在编曲上面。对，嘿，应该说编曲老师很厉害啦，但是我跟阿策2个人都会事先跟编曲老师做沟通，就是我们先把架构想出来，给老师一个方向。就是因为有去聊，比方制作跟你创作的人有去跟编曲师聊，他就知道说你们大概的方向在哪里。不然一般编曲就是用安全2个字编完就算了啊，真的哦，一般会这样，因为你把 demo 丢给他，如果没有特别去跟他讲说你要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没有个 reference 的话，他就是编安全啊。哦。整安他都要听这些破佩拉哈，那时候我们就因为破佩拉是个不好的东西嘛，有点像小人小三，这都模糊，所以我们希望把它送出我们的人生，所以被上出来用唢呐按高吹，所以我们就用 C 的鼓那个唢呐在整首歌里面穿梭。哇，唢呐是我很喜欢的乐器，非常喜欢。我个人也是非常，因为它很凶啦，它就是乐器里，我感觉上它就乐器里面的流氓啊。对，直来直往，很穿透力很强。对，我只跟做人一样，都滴来滴去的，后来蛮喜欢这样。所以我们就会有些编曲上的一些安排，这样巧思。像你自己也是柳琴嘛？对，我是弹柳琴。对，我看过了，你黄华东西房都已经弹过了。要不要改天我们出黄华东西房演奏版？先买版权，先买哦，我可能来下回啊。担心我先去别回，想听下回。好，其实这样专辑这样下来听，就是每首歌几乎都不会有同样的东西了，对，完全不一样。不过在于唱的方面，还是你有个人的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唱这首歌的唱也是很悬殊呢。整张专辑很多歌的唱法都不太一样。唱法就商业唱法，来的那个流行就是很我们一般传统台语的唱法啊。你看将近9就是南管戏曲的，所以它的咬字跟它的 U V 文的方式不赶快。因为南管戏曲就是唱戏的感觉。对。那一般像这种破佩拉的，我的唱戏啊，破佩拉就是俏皮就好了。对。然后里面有2首歌就是后来很多人听了之后就说，根本都不会想你的声音，一个是风吹混醉盘，另外一个是你习惯一半。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在录那个风吹混醉盘的时候，我们前面录2次，阿瑟都不是很满意，他说：“嘿，你想过台语开口啊啦？我这首歌要让它云淡风轻就好，就是柔柔轻轻的唱。”我跟你讲，这种的物件对我来讲，我也困难，因为毕竟我这种倒菜底出身的人。什么底？倒菜底什么意思？没有啦，台语的倒菜底就是8大行业出身的。倒菜底。你说，因为我们这种唱那种硬啊，那种台语老式的歌曲出身的人突然要让他唱小清新，那根本就是杀了他。你知不？你刚刚讲说你习惯一半有一个女生的声音啊，那是黄玉涵哦。然后但是这首歌是翁玉君的作品。为什么是翁玉君？哦，你一起写的。因为玉君那当时也拜师在阿策的门下，身外师妹，所以这条歌是我2个作曲的作业，对不对？对，就是 A 段我写，然后 A 段我写之后，他就那时候我是跟昭伟跟玉君讲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功课。对啊，这首歌后来，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我自己觉得，以专业歌手的，如果去听我的专辑，应该会喜欢比较难度比较高的，跟各种庭允啊，他们那些吴伟伟、佑龙，他们那些听完之后说，他们很喜欢你喜欢一半呢。我说哇塞，我就想说，哇塞，你们什么时候程度低？我喜欢这种歌。后来就没有那个谁，玉君就没有给你唱了，就是黄玉涵。因为那时候玉君已经有唱片约了，所以不能玉君那时候也已经发行他的专辑，因为玉君是去年就已经发了，没有，就是因为唱片公司的关系吧。对，但是
所以也很有趣，就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公开演唱这首曲子，还是我跟翁玉君在那个阿姐，听到吓一跳，我以为会公开你们的恋情，不，公开在电视节目演唱，也刚好是我跟玉君呐，所以嘛是救援的。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作品把一些，因为对，为什么要 say 婚礼歌曲哦？你也想到这是台戏。是有喜剧结尾跟悲剧收场这两种，可是悲剧你当然会觉得哇，那个余韵在里面回荡出不去，对不对？可是如果以喜剧来收场的话，会比较总结我们的人生。是，所以我把利息外一把放在最后一首曲子，就是整来的戏搞这个大团圆哦，昂先摸短，就是大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感情跟一个就是一个结局是好的，这样收场会比较能够总结。这个部分你很厉害，阿公，你主持的功力很厉害，所以讲这些东西对你来讲是驾轻就熟。我们本来就这样设计，因为在排曲序的时候，你本来就是有这个底子才有办法这样做。真的哦。对啊，你没有这个底子，你怎么可能讲得那么自然？我没有什么一点啊，你像我们在桃园那次，我第一次看你主持节目嘛，在现场听到，其实就觉得你的主持的功底是很深厚的。哦，谢谢。所以你要去讲这些东西的话，就对你来讲是很简单。我们主持这样的东西，叫我去讲这个，我完全做不来。真的，我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可以很驾轻就熟去讲出很多什么谚语啦，那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没有那个过程。谢谢。完了，但是你有经历，你有机会喝瓜熬。我那种还好，因为瓜熬大拢有，大拢不同款，无什么人较好较歹，差不多。其实应该是说，因为我们有实际去参与整张专辑的创作，这周的过程那个录音嘛，所以我们实际上上节目来分享的时候，才讲得出个所以然。对，没错。你有这个过程。你也发现，拢制作人来讲哦，歌手拢在边啊，我就唱歌呢。就嘛制作人拢看，就是制作人比歌手更有包袱。其实说真的，我们也访问过很多人哦。有些人会怎么讲，你知道吗？有些人都讲说，我那时候唱歌怎么唱我都不知道，但是进录音室的时候都是制作人在教我唱，这句怎么唱，那个怎么唱。我有时候都我自己听得很难过。我会觉得说，你都不知道怎么唱歌才进录，就进录音室。我应该没有这样子吧？没有，有一些歌手是这样，进录音室才制作人跟他讲说怎么唱歌，怎么唱歌。他说。我本来不知道歌怎么唱，都是因为制作人教我才会唱。那你是用很短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那怎么会做得好？我的心里面想到这个。他没有，因为我是不知道别人，但是如果以我自己来讲的话，你有经验，所以不是这样。因为你要看这个歌型是歌型是什么物件嘛？对。然后再是说我要用什么的音色跟处理去唱这首歌啊？当然会进录音室，实际上带麦听你试看看，然后再做他们配唱的制作人会再做调整嘛？对，哎呀，呢才会快呀，不然你进去没有。其实应该讲，那个其实是双方的相辅相成。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很早以前我就有一个体验了，就是有我这边制作的艺人，我通常都会跟艺人讲，就是基本上登台表演的是你们，不是我。对，是，所以今天即便是在录音室，我跟你讲说要怎么弄，那只是让你参考，让你的情绪可以进去。重点是还是你自己。当然是这样。但是我刚讲的那个是，比方说演员。还是什么？他们根本没有歌唱这个经验那么多的话，他们进录音室基本上他们是懵的，是懵的。如果说已经像有一些歌唱的经验的话，那跟制作人配合起来就是互相的，当然互相的撞击有火花嘛。但如果说不是的时候，他完全就是听你在说什么，他做什么的时候，他不见得做得到制作人想要他做到的东西。是，那是。但是以前有这样子的发片的歌手很多，有很多偶像歌手，对，很多是这样 idol。然后他们在电台里面会讲说，我不知道怎么唱，然后因为我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节目里面听到这样的歌手，制作人教我唱的，对，那你都会很多惊叹号，对不对？对，我在想说，哇，这样也可以。好，我们再来推荐一首歌好了。我现在听你刚刚讲到谁 King 嘛，谁 King 对不对？谁 King 的那个叫做什么？休息丁。那我们今天听的这首歌就是谁 King 的昏红色的耳朵。为什么我是唱出这条歌？
中路特区时尚新家，宜城机构，幸福力作，公园校园便利机能，大师美学耐震建筑，5星饭店会所，跨国精选配备，最美生活即将揭幕。中路市政特区国际精品2至4房，03-323-2999，宜城川云。要过3点半，该怎么办？找中立当铺啊！中立当铺代办不动产融资、汽机车借款、企业贷款，还可用支客票还款。中立当铺电话493-9222，平镇区延平路2段179号。手机搜寻中间的中，立正的立，中立当铺。德兴家具，让好家具不再遥不可及。周年庆期间，购买 VIP 床垫即赠保洁垫或乳胶枕，满万元可获抽奖券1张，最高赢得新劳斯莱斯顶级床垫，奖品总价值超过15万。1月20日前，脸书粉专完成指定步骤，有机会抽中可爱造型椅。德兴家具最懂您心。老公，我好想住在青埔哦。可是青埔房价很贵呢。有个新案离青埔很近，开车只要约12分钟，新房单价2字头。那在等什么？快去看君什么？君 House 啦！珍惜2字头，房价不回头，买房最轻松。2至3房，户户边间，中正钟爱商圈20米大道旁，君 House03-282-0666，君悦国际首付广告。美就是有一颗像海洋一样包容的心，收藏城市里最美的声音。飞扬调频895，让我勇敢起来，跟着旋律飘飘荡荡，飞到天上寻找新方向。Fly Radio， 飞扬调频 Fly Radio， 飞扬调频 Fly Radio。好，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最后一段了啊。这个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这个谁 King 啊，这个谁 King 老师的粉红色的腰带，昏昂些个腰带。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像我戏曲的部分，这就是我们比较不懂的地方。那用这样的方式你去发想要去做这样的专辑的时候，中间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困难哦，你说创作的过程吗？不是，就整个制作的过程，包括从你创作开始，一直从这样好的，从你发想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开始，因为你也做了很久嘛。困难，目前的困难就缺钱啊。没有啦，没有，这是大家，这个是实际的困难，这是大家的困难。对，应该你要回到一个就是筹备唱片的渠道来讲的话，一般你老签经纪有的歌手，他其实不用去想太多，反正比如说我3年2张，那时间到公司就上面收割完 demo 丢给你，对啊，公司做不到就是毁约啊，对，就是单偶力嘛，阿里2年，进录音室就这样子结束，然后你可能等你再回过神来的时候，可能你的比如说要拍 MV 了，对不对？好 MV 拍完就准备做宣传了，大概东西这贵点。但我们的，因为我出道10年来没有任何的经纪公司，包括我会出唱片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很不可思议，因为我总觉得那不会用签嘛，对吧？哈，那我可能出唱片，对，要不是当初那个阿德帮我许配给阿策，那我可能有这段代志来发生嘞，你讲是不是？嘿，然后所以我们就背后就没有一个大公司完全出资的资源的，一个阶段没把苦了，没课说了哈。一个阶段完就想下一段的钱在哪里哈，所以一路走到已经都可以发片了，但是我们现在目前的是讲，我们 MV 跟办这种新歌发表会这方面的经费还在靠预购来筹措当中，是，所以现在很努力哦。所以基本上都已经下回啊，招3点播啊，现在照我拢照啊，啊，无去贷款，啊不，是尽量唔通啦，因为但没有，我想说多少钱就做多少事情这样子，因为像我前几天去上那个南部的电台，然后那个 DJ 也是跟我讲说，其实你老公真正没钱行，就是
是吧？没有钱拍 MV 的话，说，哎呦，我跟你讲，你也光好，你把宣传期拉长，最后那个歌还是会传唱的到处都乱七八糟，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看这个事情的角度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还是希望至少这2首主打歌是有可以拍 MV 的这样。对啊，因为到现在 MV 还没出来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还在筹措这个 MV 的经费嘛。所以公男想跑，希望大家能够赶快预购。是的，没错，赶快预购。那预购的方式有哪几种呢？预购方式很简单，就是大家可以上我的粉丝专页哈，陈昭伟 Jeff Chen 有3万多个人那个粉专，然后我的置顶文章里面就有非常详细的专辑预购的介绍。卡5位可以加我的官方 LINE， 也可以打那个09多少那个电话找陈老师，可以等为你好不安啦哈。因为这个对现在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预购的关系嘛，对，因为。不然的话，大家看不到你的这个。我觉得讲恭喜这个《将进酒》这首歌，我觉得 MV 应该可以拍得非常好看。我自己也很期待那样。对，光听那个编曲跟整个你唱歌的整个这样交互下来，其实已经很有画面。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如果要拍起来，真的会非常好看。但是那个费用可能不太低。我只能去陪睡了，不太低。对，可能陪 MV 导演睡，没有陪所有的听众朋友睡，大家赶快预购啊！对，那你不是你要陪他们睡啊，晚上说他们要拿着他们的手机听着你的歌哦，这样就算用外美声来陪伴他们睡觉。对，这样也是陪睡嘛。对，而且我们这一次的预购很有特色哦。这个要特别介绍一下。对，因为我们的预购的内容里面啊，不是只有 CD， 然后海报。我们还送海报，签名海报。对，然后另外啊，我们还跟在地的农产品做结合。对，哇！所以比方说，你认购多少价位，我们就会赠送在里面，包在里面有稻米啊、黑米啊、玄米啊、蜂蜜啊等等之类的。哇，迄种特定的产品哦，不是讲凊彩路边捡。所以有好听的歌，有好吃的米，有好啉的蜂蜜茶，是有蜂蜜嘛哈。对，所以哇，这个很不容易，而且应该都是好的东西哈。一定是好的东西吗？有机米，台南的将军商农场出产的。对，大家可以去上网 Google 一下。你那种点什么几等奖那一种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真的很喜欢这张专辑的话，我就觉得应该要赶快预购。对，不然的话你看不到 MV。因为看不到 MV 呢，就是有个后果，就是那么好的产品没有视觉呈现。对，这个差很多。当然，如果你们觉得主唱不用进入到 MV， 我也可以接受，因为怕破坏画面嘛。不会啦，不会，很好看。其实我就觉得听歌，其实如果加上 MV， 不要说你在看电影一样，有电影又配上音乐的话，就很好看。像我改工厂代机，我最近接收到很多讯息，是五羊天外专辑讲，我们听这个专辑，我会想象这个男生的声音是个帅哥呢。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就好像电台的很多 DJ， 大家都不知道他们是长什么样子，都只有听到声音。对啊，让大家有无限的想象。不过我已经在综艺节目那么多年了，应该大家都熟悉我了。有啦，你无所遁形。其实你跟孟贤都很红啊，谢谢。对啊，你们那个百万兄弟。对啊，你们那个大家看到的几率很高。我两个弟兄妹拢离阮阿车下骹呢，你知不？什么意思？我们是，对啦，其实应该讲，其实你们都在大乐宝啊。对，阿车下骹在跳起来怪怪，对，大乐宝。其实你们两个兄弟在舞台上面，在综艺节目里面的是很抢眼的。真的谢谢。因为你们说学逗唱什么都可以。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真的。比方说像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就做不到，制作单位也不会叫我们去干那件事情，因为他们就觉得你不像，你不是，就我们已经被设定在那边，所以我们就不会是。但是他觉得你们就是说，你们就才艺很多，所以你们就机会就很多，有无限的可能。对。我嘛常常叫他们成这我每次跟制作单位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好好唱一首歌啊？说如果我要你好好唱首歌，我就发谁来最好，干嘛发你啊？也是，我就想说，我可怜。制作单位有制作单位的考量了，对，代表我们很万用啦。是，所以这就是你们的强项啊！说真的，这是强项。讲到制作单位这件事情，我要利用小五哥的节目把我贵爷啊，咱这个就低级的综艺节目跟谈话性节目谢一下，因为我这次发片真的说真的，我很感谢是这些制作人主动来找我，问我要不要去宣传。哎呀，
真假就甘心，而且都还有帮我排桥段啊、排舞什么的，这样太棒了。好，代表我10年来无给玩笑。是的，今天也很开心，这个昭伟跟阿策一起来到我的节目里面来推荐的这张《恭喜》这张专辑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又要下次再见了。对，公仔再会了。对。最后我来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李翊君的歌哈。对，因为你也喜欢这首歌。为什么？因为呼应刚刚我们讲预购，是好。钱不是问题，但是没钱，问题是没有钱，到处都是问题，没钱到处都是问题。对，所以请大家可以支持起来，然后这条歌叫做危机都细苗。那最重要还是要去支持昭伟这张专辑，恭喜！对，因为这张专辑真的做的非常非常用心，全部都是 live。是，以现在的制作，以现在唱片制作来讲，要做到全 live 几乎是0啊，只有你啊，谢谢，很难。国语唱片才有机会，台语唱片根本不可能。好，我们谢谢赵伟今天来节目，跟谢谢阿策，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每个星期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5号者为大家主持的音乐不插电，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